快啲嚟睇睇呢套，哇！呢套仲靚，163平方嘅大平層，正對我哋深中通道中山個客運碼頭，直接返香港只要1個鐘頭。而家咧呢個單位咧亦都係純海景單位嚇，163平，超級大戶型，2個套間，4間房，成個佈局咧亦都係非常靚仔㗎，大廳大房。真係都可以做到非常之完美，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套房嚇。如果咧你屋企人對私密性要求比較高嘅，我覺得呢間房亦都係值得你哋擁有。畢竟佢有163平咁大，主要係主人房咧做到超級大啊，2米大床，加上佢洗手間係可以裝浴缸嘅，個位置非常大嚇。咁而家咧價錢咧亦都係降咗價啦，之前3、4萬嘅單價。而家只需要1萬蚊左右就可以攞低呢個大戶型單位。如果感興趣嘅，快啲約華姐睇樓。